我就无咧信道啦，去日本落会差偌济啦。啊，那无差，这日本的技术吼，比咱这好多啊啦。是啊，啊，要紧的是歌词的好歹啦，你歌词写了无好，技术搁较好嘛是无路用。对啦。无影哦，这录音的技术也无好啊，反正连歌词都听无啦。我听你咧凊彩咧讲。啊，就甲你讲啥呢？你哈。哎呦，啊，恁是咧讨论啥啦？啊，到山东我天马西感觉去日本录歌吼，甲去台湾录歌差无偌济啊。哦，阮来就是啊。啊，就林秋甲温风西啦，因两个人啦，西瓜我大饼啦。啊，硬正讲哦，咱台湾啊，差日本差足济啦。啊，啥物你西瓜我大饼啊？啊，若真正无差，开始我就啥？伊敢有必要专工走到日本去录音嘛？啊，伊就爱佚佗啊，先煞去日本佚佗，敢袂用的哟，咱奇怪啊，听你讲遐个有诶无？好啦，拢免静啊啦。啊，人毋是已经落山转来啊？啊，听看嘛毋就知。啊，一定差无偌济啦。啊，无来小输啦。哦，来啊，来小数啊，小数啊。算偌济？来一箍一箍啦。一箍伤少啦，买吼大大，真无好啦。哦，来5箍，听你。5箍啦，摕出来哦。好啊。啊，你的咧？来啊，你做啊？无啦，恁家查就好啦。啊，我做裁判哈。你做啥物裁判啊？你无钱摕出来，摕出来。你黑白。摕出来看偌济咯，来，拢家己摕出来。王哥。王哥，王哥，杨哥，你觉得怎么干？阿爸过来，阿爸过来，阿爸过先贴，阿爸过来，弄上了吧？不是你贴他。阿爸过来，哦，N 个，来，过来啊，坐好。吃饭冇人睇餸啊！萬年興唔拿，冇人嚟拿呀！拿後來，天生係。有冇呀？哭到哪天饭？弄餐很僵哦，不靠嘅飯，靠好食啦。因日本冇食好料。你唔記得了？K B 嘅料理太甜，很好吃。有後個時間啊，來到自家煮飯嚟食。那你工作順心冇？安尼做人不較好。好，听着吼，唔食这头壳伊，哈，无啦，无事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你头壳就袂歹势，我叫你等。啊好啊！啊是安尼好啊，大声声咧创啥？头壳伊啦，几落改啊啦，我今日咧等伊啦，我比你厉害无？哈，哦啊，等你这搞死囡仔。嘿，歹势啦，歹啥物事啊？啊你毋是咧有记地行迄个师啊阿狗啊？对啦，阿狗啦，行来找恁头家算账。对啦，无啦，我来啥？对啦，来，你手是咧捏啥物？摕出来看卖，摕出来看卖。摕出来啊！我下面摕出来啦，来，我看。啊，到这毋是咱来海报啊？好啊，所以阮进前4、5张拢无去，都是你偷摕的哦。我安怎？
行，后来找头家，啥物唔做偷摕物件？我这回拢甲送上，来，行啊你！创啥你？你，甲你做代志，甲你头家讲。阿高，我有啥物代志？讲啊，家族唔敢当哈。你搁偷走去人遐看免钱去哦？哪呢？我偷摕海报啦！你这无人干死死啦！我拜托你了，破啦！就是下戏下节的代志，你要做会出来。有实力啊！我后摆唔敢啊！我这钱，我陪互你啊。免啦，大家拢厝边头尾哦，囡仔人做代志，爱靠站站的啦。歹势，我会甲解释。安尼阮来去，歹势。你甲我跪了，向外口做去啦！你会啊？你想要效果啊？叫你好好啊，甲学行地，你不好好啊，学你去人偷摕物件，哈！我看你包我快快转去好啦。三个，我后摆唔敢啊！你莫安尼啊！我无爱转去，我若转去会叫阮爸讲事啦！三个，叫你莫去，你就要去，定定拢安尼。头家失礼啊！你咋？有诶，啊，你回来啊？我早唔回来。哦，啊去3个外话，落袂这快半哦。是啊，我写的啊，都60几件。啊，搞啥喏？这死囡仔啦，走去影乐座头看戏啦，毋但安尼，搁偷摕海报啦，结果吼叫林秋彩撞着啦。头家失礼啦，我后摆唔敢啊！毋敢？我看你吼，根本就无心踮遮学做地啦，转去好啊啦。有啦，我有心啊！头家，我的心伫遮啊，我的心伫遮啊！心伫遮，规工人爱看戏爱唱歌，心伫迄度。我爱唱歌哦，无规气，我看哥伦比亚有工课吧？你爱食头路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董事长，拜托你啊，拜托你啊，带我去哥伦比亚。哦，你是个死囡仔，煞去互你趁着啦。有闲，啊无就拜托你啦。带这个囡仔去哥伦比亚，无比较比较好。啊，较认真的啊！董事长，拜托你啊！はい、土曜20セット、ワイ10セッ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最近景気いいですか？まあまあ、こちらこそ。でも客が多いや。はい、さよなら。すぐお送りします。さよなら。緊張下定来。僕見てみます。四零柜甲王宝钏。すごいよ，月夜球。来，放楼听看卖。是。よくできたでしょ。いいね。唐先生，どう思いますか？基本无问题，底下真好。唐先生は厳しい。東京本社の皆さん、そう言いましたよ。大家对你真配合。是啊，配合甲皮皮出来。じゃあ
5戦セットから始めましょう。5戦セット？社長、ちょっと多すぎるんじゃないか？やって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でしょう。皆さん、自信を持っ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特に営業の皆さん、よろしく頼むぞ。はい。仕事を続けなさい。はい。父さん。你来啊？工课拢讲好啊？多谢父さん。来。阿狗，咱来打好哈。你若无遐认真的，免想要伫哥伦比亚食头路。哦，先輩，我知啦，我会搁較認真的啊。好，點到？阿高，頭家，你走来？係啊，頭家，我這海報搭你家，會使無？什麼海報？去搬啊？係啦，去搬啦。好啦，你搭。頭家啊！阮哥倫比亞的海報要搭到。待會。這樣。好啦，多謝咧。林主任，這麻煩你給我打一下。你唔是阿高？阿高。快点，快点。这周成到底是啥哈？我会知。好。歹势，搁你走一桩。袂啦，物件拄好为日本寄来，我当然赶紧摕过来你啊。你有听过无？兔上有讲啥无？顺啊，你敢若知影汤问兔上有讲啥无？也毋知影汤问我感觉好听无？我歹势啊，先生，你感觉好听无？我感觉我也收是你录过的歌上好听的一条。真的啊？做想要听看卖的呢。不过我才无是控制。无安尼，我请伊来啉咖啡，咱来去咖啡馆听。好啊，无你小坐一下。你那讲，托尼莫子欧偷偷开路呢？はい。あなたはまた道に慣れてないから、Uターンをください。わかる？はい。多謝部長。さあ、行こう。はい。这个。多謝，我無代志。阿哥，是安怎搬倒呀？無啊，我無安怎啊，我送頭家主文的去搬來啊。頭家咧等你去搬，等足久啊！頭家啊，阿哥送去搬來啊！哦，总算来啊！我等足久啊，我就是等吼，要听有贤做的歌啦。兔上做的歌真好听呀，我听过啊咧。哪哩？安尼拢喙鼓鼓啊？安尼是要安怎会听啦？我死啊啦！